72寸嘅以為啦，係咯。係。第二類咧就係一啲點講咧？有特別需要嘅人啦，即係有個攝影師咧，佢就要做件衫好多袋，咁佢要放個 SD 卡啦，放個充電池落去啦。咁另外有試過咧，有個律師咧，佢就要喺後邊嗰個叉位嗰度咧，做一個袋插入去，因為佢話以前有個典故咧，就係啲窮嘅人咧會將啲錢咧塞落去律師件西裝褸嗰度，就塞落去嗰個袋度。佢特登要做翻嗰個袋嚟，佢話我嚟擺書。延續翻個傳統啦，延續翻個傳統係啦，冇錯冇錯。嘅訂單啦，講多一種仲有邊種？最令我回憶最深刻咧，其實就話説咧，我喺2006年嘅時候咧，就去過一間學校，就幫一批小學生就代一啲樂團嘅服飾啦，即係嗰啲拉小提琴嗰種。咁就上年咧，突然間有個男仔咧就嚟到我鋪頭同我講，我就係20年前嗰度其中一個男仔。哇！我度過身㗎。我而家就做指揮家，我就幫佢做咗一套禮服。哇！呢樣嘢係令我覺得啊，哇！原來我已經經歷咗20年啦。係啊，同埋嗰種傳承啦，睇住佢大個啦，當時好細個咁樣係。我諗你對佢嚟講嘅印象都好深，因為可能佢細個就真係覺得自己着住你為佢度身訂造嘅西裝喺台上面威風凜凜，有自信嘅，有自信，佢先至會覺得我將來都要繼續成為一位音樂人。係喺收到話要參賽之前嗰半年咧，就每日都去練習。咁我因為搞飛行模式咧，我唔記得咗原來1個鐘頭時差。係啊，所以臨尾嗰半個鐘，佢突然間話得翻半個鐘，我隻手即刻喺度震。點解？但係最尾咧都啱啱好，係好緊張，好緊張。真係佢一講話得翻半個鐘，我就即刻好緊張去做咗佢。哇！好驚險啊！我爸爸咧就正正就係一個咧香港嘅裁縫，呢一張相咧就係40年前嘅。哇！好有歷史特色嘅。跟住佢係咪真係由細到大喺啲裁縫嘅鋪頭度成長㗎嘛？係冇錯，我係由做功課、食飯都係讀醫車㗎。